中国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相应的战机的部署其实是处于劣势的。但就我们的生产部署能力而言，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，歼 35A 就能实现对 F-35部署数量的反超。1月5号，国内有不少社交媒体传出了一个消息，说东部战区已经装备歼 35A 战机了，并且已经在芜湖机场起飞了。芜湖空军机场在当年我国首次进口苏2-7战机的时候，就是我国空军首批部署的机场。可见芜湖机场历来就是部署中国最好战机的机场之一。社交平台报道的未必都是准确的，但是有些消息可以用来作为参考。据说歼 35A 战机从芜湖基地起飞，前往渤海域进行了实战化训练。海军某部的舰艇配合了这次歼 35A 的训练，合理推测应该是目标引导、海上靶标设置、空海对抗方面的联合训练。歼 35A 是去年11月才在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的。一般来讲，新型战机要形成战斗力，要经过理论训练、院校初步训练、战斗机飞行员改装、训练基地训练、部队实战化训练等几个阶段。我们以为投入实际使用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，没想到现在就已经进入了使命任务科目的训练，形成实际战斗力的周期是如此之短，实在是有点出人意料。歼 35A 主要遂行夺取并保持制空权任务，可以打击敌方第3代、第4代战斗机，突袭对方的地面和海上的防空力量，拦截敌方的战斗机、轰炸机、巡航导弹等空中目标。如果与歼20配合使用，可以形成高低搭配、轻重编配的最佳任务分配模式，有点类似于美国 F-22与 F-35的任务分配模式。歼 35A 装备部队之后，今后一般的巡逻执勤任务可能就是歼 35A 或者是歼10这些战斗机部队，而歼20则主要担负重大的远程的战备执行任务。歼 35A 部署在芜湖机场的战略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。芜湖机场到台湾台北的距离也就是在750公里左右，而歼 35A 的作战半径应该有1500公里左右，所以台湾全岛都在歼 35A 的打击半径之内，而且是绰绰有余。而从防御的角度来说，如果说美军、台军要突袭咱们的芜湖机场，就要经过大陆上面层层的防空导弹的拦截。在中国周边的一岛链附近，美日韩等国已经部署或即将完成部署的 F-35战斗机加起来有将近超过200架。中国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相应的战机的部署其实是处于劣势的。但就我们的生产部署能力而言，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，歼 35A 就能实现对 F-35部署数量的反超。而咱们歼 35A 的战斗力水平是要超过 F-35的。所以随着歼 35A 的陆续部署，美军在东亚地区对于中国的空中实力优势很快将一去不复返了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宇飞评论，下一期再见。